新其他的新闻，这个行政院的通勤月票 T Pass 就落一礼拜，实地到台铁来查看，也是有袂少的民众卡伫个通道愈卡愈袂过。讲有真侪台铁的员工为着要来解决到旅客问题，是加班到深夜。基层是批评讲，这个政策老错就落。交通部是回应讲，会继续加强优化，让民众使用起来愈来愈顺。T Pass 上路一礼拜，也是有真侪旅客伫咧台铁路卡这个所在挡掉咧。工作人员的目睭嘛是真无用，也毋过为着要方便民众所制定的通勤款的月票，敢真正有方便。这样大家在北部这边活动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多元选择交通工具。觉得都很 OK， 这样对，就蛮方便的，因为它捷运、火车还有公车都可以使用，这样就是会觉得就是可能可以再改善，就是如果说都可以用的话更方便。民众的评价是真高，也毋过所有民众可以社福卡或者是学生卡绑 T Pass 的时阵，当着靠两边的钱，或者是愈无过状况。有民众发现讲，通常 T Pass 的新卡伫咧路卡顶悬是无啥物问题，也毋过若是用旧卡绑定 T Pass， 参像是悠游卡或者是有悠游卡功能的信用卡，有其他优惠的学生卡、敬老卡等等，都确定出现着路卡失败的状况。民众无方便，就辛苦着基层。台铁产业工会理事长王杰，就伫咧面册顶悬发文章，打出几大张对话记录，表示员工和基层拢真拍拼来汇报状况，解决旅客问题，一直到半暝啊，拢也够有人来汇报。就遇到会员说，这个因为旅客上下班的时间通勤嘛，那一样的问题如果一直没解决，他就是臭脸给你看，或者是会去嫌说你们台铁就是没有效率啊。他们这个政策是提前好几个月来实施，所以工程师根本来不及做完整的测试，导致说一直频繁的发生，包含这个票证辨识的问题，或者是有误扣到这个旅客的这个不管是社福卡的点数，或者是 T Pass 的那个收费的问题。批评政策老错就来上路，互基层无应该要变过。交通部就来回应讲，会赶紧来优化，提升系统的效率，希望 T Pass 会当愈来愈顺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